来看国民党团提出公告年金的修法，将修正草案伫立法院初审，专案是保留送出委员会，要交付调野党团协商。今仔是个针对公立校教职员退休的草案来进行审查。教育部长陈英耀是强调讲，年改了后，有将近70成的退休老师，逐个月拢会当领5万块以上。伊认为讲，现在制度对老师的退休生活应该就真有保障咯。 有关卖台公告年金修法，立法院司法、法制、教务委员会做伙并案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附属条例部分条文。教育部长陈英耀会前表示，大部分的老师退休了后，生活安排拢真好，目前还有85%退休的老师，平均一个月有领5万8。包含到年改结束以后，领5万以上，还有69%，那平均呢，大概每个月还可以领到5.3万。 陈英耀讲，年改结束了后，还有69%退休的老师，一个月领5万以上。目前的制度有法度来保障因退休的生活。在立法院外口，公民联以行动局来呈现公告，就讲农民甲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因年金的政策，抗议国民党甲民众党提出卖台年金的修法，保障老年基本生活仍有不足，真正的原因是在公教以外的劳工，广大民众的退休经济安全保障不足。 几个国民党立委表示，年改实施了后，退休的人生活真困难，应该为去年开始就莫阁抬年金，毋是恢复到过去的水准。也让民众党团提案，今年开始无抬甲半步。毋过，民进党团认为讲，恐惊会造成不公平，敢若注重退休的人。有提到113年开始停止，或114年停止，不是一个说好要把它完全的恢复。同时对劳工都是该拨补就要拨补，对公教也要拨补就拨补，只要拨补做到了，劳工不会破产，公教也不会破产。绝对不要拿牺牲现职老师们的权益来换得我们退休年金停砍的这个目标。那6八立场无改变，有立委认为讲，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修正草案已经完全保留送出委员会交付调野协商。 老师的部分应该比较办理，唔免阁讨论。不过目前已经进入大条审查。记者综合报道。